按照字母排序 A 到 Z， 刚刚有调整顺序啊。这个要进入我的频道，然后播放清单去找到，点进来以后看到这个缩图左边中间有没有那个像数学符号等于啊，两条横线短线等于，有那个符号才有办法。你看按住缩图，上下移动调整顺序啊，要进入我的从 YouTube 那个程式进去哦，浏览程式进去，然后再到你的频道了。你有频道了，进入你的频道，然后找到播放清单，点按进来以后，看到左边缩图的最左边有等于两条横线等于的符号呢，这个时候才能按这个左边的缩图按久一点，按左边的缩图按久一点，才能移动。不能移动的话，尽量往左边按到那个等于符号，按到那个等于符号也可以。上下移动排列顺序。有了重复上传了，或者是重复加入播放清单。你看这个顺序啊，第一个比完了，比那个第二个顺序，你看 KO 跟 KA 顺序应该比较早，比较前面，所以已经调整到上面了。会搞混就看那个时间长度，影片时间长度。KAME 这个也比较早。K01跟 KA01，K01跟 K 有什么差别？可能做的不完美，另外重做了。KLMN。M 跟 N 都有，你看长度就很长，影片长度就比较长。MN O 啊 PQ R S T U V W X Y Z， 就是这样排顺序的。你看时间比较长，没有了时间比较短，有了一大段了，再做一个影片，有的是一个字首，要做一个影片。这个可能是弄错了，加错就把它英文呢，只考英文作文，这个好。还有个喜字，你看吴香珍，还有龙的雕刻在那个食品上，好吃，图案又好看，很有价值。你看那高中英文题库呢，还有有声书解谜、万英汉字典，
简明换英汉字典哦，有声书哦，简明换英汉字典。英汉的会念的，汉文的部分都不会念，跳过去，有的也没有办法显示，受限于那个电脑程式。这个漏掉，这个没有排 P02到 G 啊，还是排到 P 那边好了。就是这样了，就是这样调整的了。